來繼續來看新北市新店有一個騎士騎車騎喺路裡，頭前一台載回收物的三輪車，突然間一大包的回收物跌落來，伊袂負險抓甲弄落去，結果扁仔骨斷兩支，到膽也有後遺症，嘛因為無法度工作失業咯。反而是甲三輪車的駕駛判刑2個月，會當換罰金。但是受傷的騎士來指控講，對方毋但無道歉，佫激話講無錢通賠。騎士講，伊打算要向法院申請着假扣押，為家己討公道。一台三輪的奧多擺徛佇咧大通路，車道載真濟回收，其中一卡大開的塑膠轆殼通過路口，向規包落落來，並騎機車民眾袂負險，當場弄掉，總凍煞在地。奧多擺龍頭橋回收的地條內體紙容器落佇咧塗骹，代志就發生佇咧新北市新店安康路一段。去年5月，一位姓郭騎機車民眾騎奧多擺出門，才離家2公里，總弄着糞掃，伊的兩支扁仔骨斷去，到即陣佫留下病尾。下麻規支手的麻2擺至3擺，去準照無效，上着神經麻。你無材料困，你即馬我若即支手困了無好勢，就規支攏麻。胸骨骨有開刀過，留下長一期。骹手切傷，巴攏還佫佇咧。雖然發現1審及過失傷害罪，判引起事故性質的駕駛2個月徒刑，會當納罰金。不過對郭先生來講，已經開30多班的醫藥費，年外無工課嘛了差不多40班，控訴對方攏急呱呱。嘛一句實啥物攏無，你袂使講你無法度啊！你後厝後啥後中等家庭嘛毋是講袂得過啊。引起事故的駕駛騎三輪的奧多擺，無算是合法上路的交通工具，嘛無佇咧強制險的道保範圍內底，超好受傷無法度理賠，互被害者強行歹求償。如果不幸發生車禍，要看這輛拼裝車是不是動力車輛。如果是的話，被害人可以檢附相關文件，依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，向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來申請補償。否則，如果肇事者沒有資歷，即使提起訴訟，恐怕也將難以求償。真正是人衰進不怕生菜虧，所落來2邊口民事調解庭，郭先生按算向法院申請假扣押，來為家己爭取公道。